来看台南有家长骑奥多摆等车红灯的时，雄雄甲囡仔赶落车。高雄嘛有家长因为囡仔兴爽，无爱返厝，甲囡仔赶落车。日科团体是提醒讲，这款不当的管教会伤害囡仔的心理。汽机车车早暗时伫路口停红灯，一个骑机车的男性煞雄雄将车顶的囡仔赶落车，放囡仔坐伫路边。警方表示，乱放囡仔恐惊违反儿少法。儿少管教若有不当情形，涉嫌违反《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利保障法》第49条规定，民众有发现相关状况，请及时拨打报案电话110。事发伫人车真济，台南东门路3段甲中华东路2段路口，毋若惊到囡仔，佫可能出现安全问题，互民众无法度认同管教方式。还蛮危险的啦，小朋友有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动作，你也来不及反应啊。这毋是近期第一件家长管教争议。高雄顶个月底，某囡仔为着掠宝可梦，无想要返去厝，去甲家长将囡仔赶落车。医护团体认为家长情绪无好，出现无正当的对待，虽然当下会使阻挡囡仔，却可能造成长期的问题甲影响。先建立良好的一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。晚的时候都必须要跟孩子讲清楚相关的规则，尽量的每次都按照这个规定去做，不然孩子就会觉得说，我可以试探一下父母的一个状况。有人将脾气发伫囡仔身上，嘛有人一时好耍，带囡仔做出危险驾驶的动作。警方甲医护团体提醒家长注意管教的界线，以免违法佮影响囡仔的心理甲健康发展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台南高雄报道。